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陳興昌。阿林永文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。房委會一直嘅政策都係居土欠薪，最終部分人同意和解。各位，目前法例規定未補地價嘅居屋唔能夠出租或者係分租單位。喺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邊，有議員就建議當局考慮容許業主分租。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就話，政府或者會考慮研究居屋分租嘅可行性。梁家寶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陳柏儀報導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：2017年要先落實普選特首，先至可以以此為基礎，喺2020年直選立法會議席。又形容政改方案被否決係喪實。梁素婷報導。電視記者江川報導。轉睇下泰國曼谷市中心區一個商場有炸彈襲擊，2個途人受輕傷。當局正係追查兇徒嘅身份，相信行動目的係製造恐慌。黃文俊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李文欣報導。政府再次調動提交俾立法會財委會嘅撥款申請項目，希望可以優先處理有關創新科技局嘅撥款。泛民議員批評政府做法霸道。江川報導。轉睇下台灣禽流感疫情繼續擴散，由西南部蔓延至到台東，當局即時展開撲殺。當局相信 H5 禽流感係透過候鳥傳播。鄭永儀報導。電視記者鄭永儀報導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2名嘅日本人質，首相安倍晉三話：為確保海外日本人嘅安全，希望可以討論容許自衛隊對外國執行營救任務。吳文軒報導。電視記者鄭永儀報導。新聞報導完啦，再會。